是没有音乐的芭蕾，没有台词的戏剧。我是今天的投手，我是伍思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伍思爱，今天你来到的是我的主场魏全龙。球衣呢，就是唱，伍思爱，看我的背号542。我妈妈一拿到这一件的时候啊，她还说这个衣服上面应该要来绣的那个图腾吧，我就说好，我拿去。于是我妈就帮我 DIY， 就放了这个图腾。聊聊你第一次来开球的心得。其实还蛮紧张的，不对，不能这样讲，因为这是我的主场，我是魏全龙的投手。其实真的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很怕，就是我昨天还跟人家讲说，我很怕会给人家吃地瓜，就是希望能够投好，所以前面有事前先练习，然后南莫有借我他的手套，稍微练习一下，练完真的有手都抽筋了，真的觉得投手们实在是太厉害。聊聊跟弟弟南莫的关系。我们的关系就是超好啊，因为我们就是双胞胎，但就是差9岁的双胞胎。你们看到他有可能打不好的时候，其实都是我打的，好，不要怪他。那之前有没有来看过球赛？有，看球赛是一定要的，从小看到大。因为我堂哥是同一师的朱元琴，所以我们算是从小一起追球追到大。高中在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国中，然后我还就是请假去看球赛，还跑到高雄，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看球赛很刺激，然后可以帮自己喜欢的队加油。上一次在棒球场演唱的时候是在斗六棒球场，这次算是第2次。想对魏全龙说：魏全龙撒一支冷，中华职棒加油！让我们一起为中华职棒加油！好，你们就丢就好。有拍到，有拍到，瞬间。